男人准备弄个新造型去网络奔现，哪曾想理发师竟是自己刚去世的养父。不过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养父并不是被人谋杀，而是自杀。因为他预料出世界将在不久后毁灭，才利用自己的死讯把7个超人孩子召集回来。得到这个重要消息，老四马上返回，并召集其他几个兄弟告知此事。不知情的老七带新男友回来，发现他们聚在一起，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。从小到大，因为自己没有超能力，时常被人嫌弃。难道现在开家庭会议也不叫上自己了吗？回去的路上，老七不断的埋怨他们，将这几年的委屈一股脑的都说了出来，但他却没注意到周围巨大的变化。莫非这就是老七的超能力？那他又是什么时候拥有的超能力呢？无意间，老七发现男友床底下有一本笔记，那是养父生前形影不离的东西之一，里面记载着老七从小就拥有超能力，并且还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所以养父一直骗老七吃药，从而压制他的超能力。为什么养父的笔记会在男友这里？就在这时，世界发生了诡异的变化，所有剧情在这一刻开始飞速的倒退，很快时间就回到了1天前。原来导致倒退的原因，是因为老五炸毁了时间管理局跑了回来，并且还带回一个重要信息，纸上的名字就是4天后毁灭地球的始作俑者，而这个人正是老七现在的男朋友。毁灭世界的人不应该是少一只眼睛吗？在末日带回的眼球假体又该怎么解释？其实老七的男友果真没那么简单，他与伞学院七侠是同一天所生，可当他出生的那一刻，母亲就去了天堂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遭到父亲的毒打，唯一支持他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伞学院的一份子。可等待他的只有无尽的鄙视、嘲笑，甚至是谩骂。回到家里还要继续遭到父亲的毒打。可这一次男孩黑化了，拿起锤子便砸向他的父亲。因此他也被判入狱12年。出狱后，他这一切都怪在伞学院的头上。在7人的养父去世后，他跟随老四无意间捡到了他丢弃的笔记，得知老七是伞学院的软肋，他萌生了新的计划，特意去接近老七，换掉了他压制超能力的药，还找了一群流氓发生口角，让他们狠狠地毒打自己，就为了在特殊环境下彻底逼出老七体内隐藏的实力。不过他也住进了医院，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。看来老五从末日拿回的眼球假体找到主人了。经此一事后，他每天都会劝导老七坚持练习超能力。很快老三找到当晚受伤的酒鬼，得知是渣男特意花钱雇他们演的戏，按照对方说出的地址，老三找到了老七。正好渣男不在，老三劝老七离开男友，可此时的老七已经恢复了记忆，想起当年就是老三利用乌鸦嘴的超能力封印了他的记忆，随后就开始不停地责怪老三，并且情绪越来越激动。此时老三也感到了他的可怕，准备利用乌鸦嘴再次封印。I heard a rumor. 平复情绪的老七马上就开始后悔了。渣男也不紧不慢地从外面回来，看到地上的老三，他并没有惊讶，神情非常平静，甚至还露出了得意的邪笑。